各位手機的有緣人，大家好。近日我有講啟呢，番說話，希望每一個手機啟朋友都靜下心來，認真聽聞，因為件事不單只關係到你未來啟財運同是一更清醒的醫生，啟成福同萬年福氣。很多手機啟朋友自己輩子都活得太清冷，你天生好神聖常做事，認真負責，凡事都有做到，最好腦筋轉得快，觀察力強，好多時研究低。頭品質從來唔會俾人牽着走，但正因你太過精明太有原則，嘴巴又唔是識得溫存，明明是好心講出，你卻容易得罪人。明明付出好多旁人卻自制的，啲脾氣應會記得你啟好你天生愛抽聲，夫妻工作事事親力親為，而一到晚忙個不停，身體厲聲更嚟，啲無謂輕易傾訴壓力習慣。什麼事都自己狂打碎牙齒和血吞明明撐得好辛苦，面上還要裝咗若無其事，你表面強勢，送你好事什麼都難冇到，其實內心比多人都柔軟重感情，見身邊人有能去第一時間出手對得做天地良心，從來不算自人無貪小便宜，只想憑雙手打出一片天地大人真誠。間對你好一分，你遲早都可以學翻佢，但你嘴巴唔是講好聽佢。明明係關心所出口，卻變成責備明明想幫人與其他人反對長多關善事。好多人只見你長時啟一面，對唔到你深夜獨自難過的樣子。只記得你講過啟行話無知的，睇默默付出啟所有佢個是單樣正只講一次的，地區仲容易被人利用招人。附近有人見你能力強，就將工作全推俾你功勞。自己攞有人見你口應聲軟，就故意賣殘波同情用完，就反轉豬到戶人。你心裏邊有咩都清楚，佢仲礙於情面，婦人生猜穿以為了人而先，以後好相見，結果一開始退讓，換來的純正是一切是真心文懷，一切是心寒。以做好事永遠衝在最前，愛得苦愛得利，為家庭為生活拼盡全力。可無論間努力好事仲差稍稍怨氣，明明你開方案更周全，最後和省事的卻互欺。你明明你為公司付出最多薪資加薪仲嚟到你明明你真心待人，最後身邊有無足嘅真心人，你是曾問自己點嘅？我間努力間靜止卻仲行得更關難點嘅？我真心對人話無道同等真心其實聰明，跌搞到講數即係人，天生聰明決定負責身後，便嗰層做非凡權利，就像一把摸得護理的寶劍。知道是我的堡壘如何是機遇，就能偏重戰之灑上天為數嘅人生，與有年有為認真對應秋分時機，萬戶修缮無過紅，因是天生有超長判斷力與自勝利頭腦清醒目標，停卻無論做生意還是做工作都有自己章法，符合水波做了裏面，就像公子一樣盡是清行無光，變做領先一步發現智慧避開風險。但抽戰大行其性嘅你天生有這份蘇力驕傲，就為輕易僥倖唔可以隨便低頭呢種性格，讓你面臨獨當一面，卻也容易錯過身邊貴人。太過搶是要搶，有人想幫你也會俾你懶低並機態度下，對有人關心你，你反倒覺得是自而你能力不成，之後裏面總將自己武裝地堅不可摧，會比人哋到脆弱為難。真是能真正走進你內心啟人，都是生命離啟總有啟人，也是能同你好往好報帶來好運啟人。但好多數嘅人一輩子都冇發揮出真正實力，或是冇能力，他是冇遇到嗰個能電成你包容你拯救你的貴人。就算千里馬遇無到菠蘿，只能埋沒馬快冇人知，有奔馳千里的本領。但好多數之人最大嘅遺憾就是貴人已經到身邊自己卻冇人處理，甚至因為兒時而其告知，將夫妻禽獸推開，等到多年後回頭望先恍然大悟，當年嗰個比自己善哥所看不起忽略啟人，先是生命裏最重要啟歸人。可到那時而車都遲啦，錯過就係錯過，永遠翻唔轉頭。所以今日我有話俾所有屬嘅啟朋友知，一生你什麼都可以錯過，唯獨可以錯過自己啟復星呢？個人操線會徹底改變你啟人生意記，但你覺得不可能辦成啟事突然變得順利本利走投無路的境地，突然出現轉機，仍係深入你多年啟煩惱，自然都會慢慢煙消雲散。好多人
以為死完齊好，其實無視係你遇到咗嗰個人幫你做嚟成就你。啟面中貴人住得講得演啟朋友，麻煩幫手點個讚，同時喺評論區留下貴人相伴。福氣慢慢8個字結束屬於你啟。好運氣是風水命理中有句老話叫貴人相扶有好天意。隨家人啟貴人緣死時啊生肖嚟，非常特別裏面命格屬於壞光嚟有莊園。月古護士數好人把持壞路，日護士數龍人氣場全開。更加受在見抽你的利潤，平時地契你有啲挑天眼之勁去一單，遇到懂得欣賞你啟人，一旦吹小就可以探訪正人，光芒無人能當好多人。以為貴人一定有權有勢，位高權重，其實不然真正開貴人，福一定俾你正山迎山，而福一定讓你不登天。但一定會在你最需要開時候俾你指明方向，俾你力量俾你希望你美夢衝動，實拿你一把電勝利。你困難落魄就是無利不起幫助你。你想放棄是顧念，你重新站起來更重要開始。佢從來唔會借到你成功，反而發自內心為你教你落魄時，佢唔會離開，反倒一直陪在你身邊。感慨人先是真正開福星，先能改變你一生命運。我觀察過成千上萬數嘅人開人生軌跡，發現一個hand不破的規律：數人生每一個重要轉折點，似乎都同某個關鍵人物有關。後生時遇到處事業起飛，中年遇到取財運廣勁，晚年遇到處複雜幻想。就那些冇珍惜貴人啟屬嘅朋友，往往會走無數彎路，並免能力不差機會，就在眼前卻重差手受運氣。為什麼？因為命運從來無視單打獨鬥，一個人氣場有限，兩個人氣場激狂，就能產生一加一大於二嘅能量。命理書中一種現象叫做貴人相生，有緣相遇啟人，可互相提升運勢書記。人啟福星更是如此呢，個人來到你身邊，未必拉拉咧咧，甚至的提你十分普通，佢唔會一日將幫助掛在嘴邊，又唔會炫耀能力。但你可以發現，只要有佢在你人生仲會順利一些，你遇到難題，更勁腦子是絕不經意第一句提示，就能讓你無所遁開，你先要迷茫。不知方向時，佢會幫你分析利弊指明道路，你快要堅持不做。當放棄時，佢會鼓勵你縱忍鬥志。更關鍵係時，佢從不知道，而成功反倒比你自己還開心。這一點是佢分真假貴人最合身啟標準。好多數嘅人最大啟弱點，就是太相信自己啟判斷又太容易，先為面子錯過真心。你呢種感情講一次，人哋對你好一分，你嗰對人好十分可惜。特嘅世界無視所有人，鬥自地深交。有人靠真理，是為了消耗你能量；有人係為了利用你能力，喺有人表面支持你時機見不得你好。成功時處地啊，咁分請你失敗時處地第一個走開，甚至攞正下時，真正啟福星恰恰相反，你成功去真心替你開心，你受挫去真心替你擔憂跟讓啟人，先能真正帶給數嘅人好運。好多時候富興唔一定最有錢，亦唔一定地位最高。甚至可能只是你身邊一個平凡人單純的出現，總能改變你啟磁場、你思維。啲啟選擇人生最大啟差距，往往就來自選擇選對方向時，你能創造奇蹟；選錯方向20年都可能原地打轉。所以數極啟朋友一定要節奏。一個人出現你，能影響你一年；一件事發生能影響你幾年。但一個真正啟貴人，佢能影響你一輩子。接落嚟，我就同大家講就正心一樣，啟人最有可能成為數字人啟命中福星，真正能改面對命運。啟人往往就藏喺你身邊，可能是親人朋友長輩，亦可能是人事多年卻從未重視啟人。首先第一種就是你家中長輩貴人屬基人，天生自帶長輩運，尤其年齡比你大，很多人生閱歷豐富的長輩，往往是你生命第一位福星，可能是父母族輩。而可能是家中地交往中啟書報告，就好多數嘅朋友後生時特別怕呢種，覺得長輩思想落後強啟都是老掉牙啟道理，根本聽唔入耳，加上本身早已憎惡中意俾人慣長輩，多講兩句就覺得煩，甚至定罪，佢定到裝你難上千里派去。頭先發現長輩當初講啟每一句都是用一塊字經驗，翻嚟的教訓都是想讓你手走彎路。嗰陣時係個數機的後生仔20出頭，
不顧父母反對辭掉穩定工作，同朋友去市區開餐飲店，將工作5年開之後，加上計嚟的10幾萬，全部投進去頭半個月生意無錯，退海住的父母保守，結果後來旁邊開了連鎖快餐店，再加上食材漲價，鋪租上漲不到半年就直接滅咗店鋪低價轉讓，不但只敗光積蓄，還欠了10幾萬貨款，佢覺得冇面冇見父母，甚至打算遠走他鄉。就是佢準備走開那一夜，父母輪轉，揾到出租的出租屋，家下只怪開發冇將仔細做了。佢最終一開家常才拿出一張存了20萬的銀行卡還養老錢，本來留俾佢結婚買樓，價錢拿來應借錢，冇了佢就轉人冇事，就好就處翻戶期從頭來過。但個後生仔當場就喊啦，跪喺父母面前道歉。後來佢跟父母翻相聽，從建議開了間五金水電雜貨店為人老實做事，人真街坊都願意幫襯，生意越來越好。這年下來不單止賺回損失，還買樓處貼身之處曾而話父母就是全係輩子最大嘅貴人。仲有一個守基的女仔，齊個跟阿公阿婆長大老人家，雖然冇文化卻夠時去，做人要正直講信用同感恩，要靠雙手創造幸福呢。個女仔一直將照自己在新嚟畢業後做開始工作兢兢業業，從不貪小便宜待人，真誠地到領導同事認可。後來財務做慣理智領導，第一時間就提不了，佢話佢為人真直刻苦，將財務交俾佢最放心。佢話阿公阿婆就係佢生命第一位貴人，就是出其道理一筷子都用不完。而對真正嘅貴人，唔一定帶來多少財富，但一定能在你最危險嘅時候幫你避開人生大坑呢，讓比多少錢都珍貴。好多手機朋友仲覺得父母哥所護理嘅自己，佢哋會知道呢個世界上只有父母可以無條件愛你，只有父母可以在你最困難嘅時候不顧一切幫。所以由而家開始多陪陪父母，多聽下佢哋嘅話護好，等到自愈養，實踐不帶先後悔。第二種人就是曾經幫助過你可老朋友數之人，性格剛強，唔中意講好聽話，唔中意應酬，朋友唔算多，但只有是你認定係朋友，你就去掏心掏肺對佢好，重感情，梗係其朋友。又難你第二個新手，哪怕自己切壞都冇原因，但係你有個缺點，容易將新朋友睇得太重，忽略陪伴多年嘅老朋友，仲覺得新朋友能帶來新資源。甚至係老朋友冇利用價值，甚至覺得老朋友真保送自己，步伐慢慢就疏遠啦吓。第五知道真正對你好，在你最困難時幫助你嘅，往往都是你一些被你忽略嘅老朋友。我有一個手機嘅女讀者，後生時做運營人士嘅，自己好朋友兩人無所不談。後來佢想辭職開化妝品店，手頭前唔夠朋友二話不說，將自己存了5年嘅100萬積蓄全部拿出嚟俾佢下班，還過嚟幫手看店派傳單，係佢熬過最難開頭3個月。後嚟生意好轉，佢認識一些做生意嘅新朋友，覺得對方更有本事，人脈更廣，就慢慢同老朋友疏遠啦。電話戶嘅城市護膚，再後來佢生意越做越大，開了好幾間分店，身邊圍滿20風塵嘅新朋友，佢覺得自己人才是貴人，老朋友已經陪護上自己。直到幾年後，電商直播興起，實體生意一落千丈，這間分店接連倒閉，還欠了不少可觀工資。睇起新朋友一個個都消失啦，有啲甚至落井下石，長久靠好佢一下子一無所有，連房租都交我屋企，就係佢就頭戶。老開時候個個疏遠，多年嘅老朋友主動揾過嚟晒俾佢一張15萬自然銀行卡花，使自己嚟的結婚錢先拿嚟周轉唔夠，再想辦法嚟到做慳做運。當初我跟對你點嘅仲有幫我朋友少做下，因為我爹係朋友，我知道地太好搶愛面子，遇到困難唔肯噶，多一直留意做，你知道地又麻煩咗過你啦。後來在朋友鼓勵下，去開網店做直播，慢慢又將生意做起嚟。兩人現在喺合夥開了工作室，佢話呢輩子最對不起啊，最感謝開就是那個朋友，就係隨意時的呼聲。所以數極開朋友一定要記住，老朋友先死，而最寶貴的財富儲跌，唔會因為啲風光巴結你，也唔會因為地落魄帶不起你更興，最純粹冇斑點利益。
間己身邊有家人契，老朋友一定要好好珍惜。符號因為忙時間就好累佢哋就先打個電話約出嚟試餐飯。符號等到失去先懂珍惜。第三種人就是你職場中嘅貴人同事，好多數嘅朋友後生時事業發展慢，互係冇能力，其互動地收山人幫互事處理，人際關係熟嘅人做事，認真負責有才華有毅力，俾個機會就能做出成績單，致命缺點4先至夠快。見到互對就自己講互事俾人了解嘅而互中意，巴嘅領導仲覺得做好自己。佢是領導自然去地道，佢先是職場好多人只做表面功夫，真正做實契人反倒容易被忽略，甚至因為講真話得罪人，被排擠地好多數字人默默間啦。好多年一直遞不到提拔才華，冇辦法實戰力嘅時候，如果生命中出現一個願意嘗試嚟提拔，提包容你契人間，除咗係你契夫星，除可能是主管領導。師傅也可能是自身老同事得到你契優點與權利，願意俾你展示契平台，關鍵時候推你一把，係能包容你新鮮自口快低脾氣。好多數嘅人契事業專者都從遇到奸人契人開始，我認識個數字契細技師，在大成廣告公司就8年兢兢業業負責好多重要項目，因為成個職爽當中指出個部門經理方案的漏洞，令對方無面，從此被草草針對，好像無論舞蹈處升職加薪倒退分擔，佢從來冇敷衍工作，每一份設計稿都做到最好。後來公司來了新的創意總監，為人無事這項能力也給翻閱完工。作品時發現了佢的才華，護理部門經理反對，自己任命去做項目負責人，接手和新的國際品牌項目。但個設計師非常珍惜機會，帶領團隊每日每一家加班攻克無數難題，最後項目圓滿成功。但認得客戶高度認可，還拿了多個行業大獎公司，隨即提拔去做設計部總監。現在已經是公司核心骨幹。徐晴怡話：如果冇創意總監而上社提拔，自己可能一輩子都是普通設計師。聽日為總監，就是佢生命中可愛貴人，所以數字契朋友。職場中遇到艱難時，你契人一定要好好珍惜。你契努力固然重要，但冇貴人給予機會，努力可能永遠得不到回報，就懂得感恩，知足對方你好，用實際行動回報知遇之恩。第四種也是好多數嘅人最容易忽略契，就係你契另一半。好多數契人覺得福氣在事業成功就咩都有啦，其實不然。對數家人嚟講，最大福氣從來唔是事業，就係氣運因素嘅人互慶。數驗證性嘅偏強長期就有時候拖墮俾人哋嚟補人，好嘅伴侶互慶多數仰慕和養土性個溫和厚重，能同你契面嗰號布條和你契起撐，讓運勢越來越好。對，個就是更有兵之源。好多數字朋友結婚前生意平平，財源普通性嗰幾週朋友首結婚後就想變了個人生意，順利財源興旺，成個嘢溫和好多。地戶係巧合嘅事餘，到底對契人遇到啲能往你包容你契令，一班好伴侶唔單止生活陪伴，更是精神之做事一班受溫柔的伴侶，讓你身體平和玩米飯。到運中的伴侶，讓你做事沉穩少就患。路有智慧契伴侶幫你避開風險，收什麼？建議另一半就是你意思最大契父是我有一個手機契朋友，後生時成個節奏說話自成意，得罪人換過好多份工作都做，就長久事業冇其實，人言自卑。後來經接受人事了家的老婆，對方4小歲老師溫柔，有理性地道處他事能幹，有責任心，不顧家人反對加俾了處結婚後，老婆一直顧念處包容，除到壞脾氣教處同人相處契方法，除知道老公中意無功受益，好就顧念去開肩山定制。工作時話你負咗好就起，多負責對外接單溝通失敗啦，多一批你從頭來個老婆，拿出全部積蓄做啟動資金，第日期就攤喺幫忙打理。用耐心化解好多客戶矛盾，夫妻其生社嚟工作時口碑越做越好，幾年後就課成了長房開了。好自己門店成了當地小有名氣契品牌呢嘅朋友情誼話意思，最幸運就是遇到老婆，冇老婆就冇除正義。所以數字契朋友已經結婚呢，一定要好好珍齊另一半互好，因為工作忙忽略對方感受，符號因為小事吵架。
符號，因為或者有話背叛對方，家庭和母親係事業，純粹願望身體健康未結婚的，一定要擦亮眼睛，揾個真正懂你愛你包容你嘅人，做好自己全生財富人品成果先能配，你就一時先能成為你一時的福星的護重，也是經義最重要嘅一種人，就是你人生低谷時依然陪在你身邊嘅人。請記住一句話，錦上添花嘅人到處都是雪中送炭嘅人寥寥無幾。這句話對手機人來講尤其貼切，因為裏面好長愛面子，從來不輕易示弱求助。地方光是身邊每萬人少年相迎稱兄道弟，一旦落魄遇難，這些人立刻變臉，對你避之不及，甚至落井下石。這個時候都是係願意留在你身邊，願意幫助你，願意相信你呢個人就是第二是最大開富星，真正開富星，唔係陪你享福嘅人，而是陪你吃苦嘅人。佢唔會因為你有錢有勢，巴結你也唔會因為第二戶所有離開你，你最黑暗時處為你點燈，你最寒冷時助戰，你溫暖你最絕望時處帶。第四望處可能是父母伴侶朋友，亦可能是毫無血緣嘅陌生人，無論是爹都是上天派嚟的天使，係你最佳珍惜嘅人。我聽過一個故事，有個數字嘅老闆白手起家，從擺地攤做起10幾年打拼，成為當地有名嘅服裝企業家，處為人好送朋友，又籌備迎接錢從來胡椒人寫結條，以為真心換真心，後來跨界投資失敗，加上實體生意不景氣，公司資金鏈斷裂破產，欠了幾千萬為債，房車都被查封，老婆也帶住仔女回嚟，娘家嗰個時候身邊嘅朋友一個個消失，打電話誤記結過錢嘅人，反倒反有一口話去錢錢去，還念聚會，將自己關在出租屋裏，甚至有低傾生計念頭。就是那個時候，處從係其長大開花都揾到咗，處花小是普通貨車司機，加勁一班建築變成間養契，別都未說每日過你做翻皮處孤連處重新站起來，後來還賣了自己唯一開做房，將40幾萬買樓錢全部交俾徐華先花一部分債成的，做啟動資金自己同老婆先做，夫做兄弟冇料就回翻來啦。相信佢以跌定嶺東山在持續發酵的幫助下，那個老闆重新振作，從底層做起，開貨車擺地攤，後來揸住電商之餘開網店做服裝，幾年後不但還清，所有財務公司係做得比以前更大成功後，佢第一件事就是賣了大戶被發酵青花塑料公司嘅一半股份。佢話發酵就是隨意是最大開貴人，其再生父母，所以各位屬記得有緣人。如果你此刻腦海中已經浮現出奸人一個人嘅身形，請戶口猶豫離開那次手指，俾佢打個電話發個信息，將一生多係話俾佢知，你一直記得佢哋好多緣分，看似平常，其實係上天最珍貴嘅安排，互動的珍惜錯過了，就在有冇那奸貴人啊，負責漫長命理中，有句話講得好，貴人都是等來的，誰珍惜來的。你懂得感恩之人才會越嚟越好，你懂得珍惜好運才會越嚟越旺。你怎樣對人，人就怎樣對。你付出真心還能收過真心，人哋有難，你伸手你又懶，人哋先會幫你好多數機朋友，仲住得別人幫自己，係應該的，住得自己有能力，唔需要幫忙。可以嘅人力量終究有限，在理下也有遇到難關嘅時候，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掌一個好漢。三個幫冇人幫忙好難成就大事業，仲有低人仲想等自己發達啦，就係報答佢事件冇定人。好多人好多事錯過就翻唔轉頭，等你發達啦，幫過你客人可能已經無債啦，或者已經唔需要你報答啦。所以感恩要趁早，真係要趁早，就好等到失去先後悔。珍惜貴人唔需要俾多數錢，送多少貴重禮物，一時間隨地放落心靈。繼續祝佢哋喺後生而死住做父親，並每次探望遇到難關時做動伸手，哪怕只是一句問候一個擁抱，都能讓人感受到生意人與人之間開感情都係相互開。你對人好二分，人對你好四分，你掏心掏肺人要去真心相待。如果係自私自利自顧自己，就算身邊有再多貴人，也會一個個走開，最後變成孤家寡人，遇難時某人幫某人稱數機。人也是最大嘅財富，從來無四言行卡的數字，亦和係多數房程豪車。
他喺漫長人生裏遇到這個真星，但係你願意幫你始終支持你契人呢啲人，替你契貨契你契靠山，係你依是最珍貴嘅禮物。我見過好多數機契人，後生時風光無限有錢有勢，身邊圍萬人，卻無懂得珍惜貴人，覺得自己了不起，對別人契幫做事而不見，結果晚年身邊人都走啦，孤苦伶仃無依無靠。那些懂得珍惜貴人契數嘅人，後生時雖然妻有不少苦，晚年卻有好多真心人相伴，仔女孝順，老闆仔子朋友常來過得幸福安康。所以數機契朋友一定要記住，貴人睇你依是最寶貴嘅財富，好好珍惜身邊每一個貴人，善待每一個對你好嘅人，人生先會越嚟越順福氣，先會越嚟越升好多熟機。朋友後生時吃咗好多苦，受了好多罪，為家庭為事業為子女付出佢青春汗水，總在成全別人很少為自己好。但請你相信，所有付出都有回報，所有苦難度都會變成財富。你年輕時期的單元種的山，戰晚年都會結樹豐居的單果。受家人契晚年通常都很有福氣，因為你獲善良真子，同感恩身邊會有好多真心人，仔女孝順，老闆相伴，朋友長談，能過上衣食無憂而順有詩的幸福生活。但是呢，而且契前提是你要懂得珍惜貴人，善待身邊每一個人，福氣無是天生契，係自己一點之嚟契，地經意做契，每一件好事講的每一句好話，幫的每一個人都是在為自己肌膚付出，做得越多，人生越順利，晚年越幸福。所以由家開始戶後再抱怨，庭園不公園企不好，與其抱怨不如改變自己學會感恩，學會珍惜，學會善待身邊每一個人。當你用善良真誠感恩契心對待食嘅世界，也可以用同樣契方式對待，啲貴人會越嚟越多，好緣會越嚟越旺，福氣會越嚟越深。我仲教大家一個提升貴人緣契小方法，簡單又有效，每一早上起身對住鏡子微笑一下，心裏默念3遍，正如我會遇到我的貴人，都會得到貴人契幫助。凡上瞓之前回想一下，正如幫助過你啲人，心裏默默講一聲多謝，堅持一段時間，你就會發現身邊貴人越來越多，運氣越來越好呢。是因為心態決定，氣場決定運勢，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，生活感恩氣場就會強大，自然能吸引更多貴人與好運。如果仲喺抱怨消極氣場，就會變弱，不但雖然無到貴人中，會招你不好啟東西。所以數機契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心態，心懷感恩先能吸引更多貴人，讓人生越嚟越美好。最後想同大家講幾句心底話，人生短短幾十年，轉瞬即逝，短暫一生，能遇到幾個真心待你的契人是非常幸運嘅事。但啲人係你生命中快光勢前進的動力，是你一時的福氣，一定要好好珍惜，唔好等到失去身後悔莫及。願所有數機的有緣人都能在茫茫人海認出自己生命中契福星，在漫長人生裏珍惜身邊真心對你嘅人緣，你未來有貴人相助，福氣相伴，財源亨通，事有順利，家庭和睦，身體安康運，你所有付出都有回報，所有夢想都能實現，往後歲月平安順遂，萬事吉祥，夫妻萬萬事樂無憂。